如果大家唔睇台面嘅盒，知唔知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原來係風筒嚟嘅。而家風筒可以做到咁細支，仲可以摺疊添。咁呢支咧就係 XPower 最新嘅風筒 PF1 佢叫 Power Fine 啊。咁呢支風筒我認為佢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全球電壓啦，100V 去到240V 都用得。你諗下，如果摺埋咁細把，再加埋佢得366 gram 嘅重量，放喺個篋度周圍去咧都唔錯㗎。咁雖然佢咁細支啦，但係風力咧係一啲都唔弱嘅，有2段嘅風力啦，同埋3段嘅溫度嘅。咁上面嗰個掣咧就係控制3段嘅溫度啦，有冷風啦，同埋2段嘅熱風嘅。熱風方面咧有呢個智能嘅溫度保護啊，就唔怕吹傷啲頭髮啦。咁另外下面個大啲嘅掣咧就係 Power 掣，亦都係調校風力嘅，長按一下就會開着噶啦，跟住咧輕輕撳多下咧就可以校大風或者細風啦。咁除咗風力同埋溫度之外咧，仲有樣嘢大家吹完咧係可能會感受到嘅，就係佢亦都係一把負離子嘅風筒啦。因為傳統嘅風筒咧，其實吹出嚟嘅時候咧，某程度上都會產生啲靜電。如果帶埋負離子嚟吹嘅話咧，啲頭髮咧係會零舍順滑嘅。咁見佢呢個 T 字形嘅造型，會唔會少咗啲嘢呢？冇錯啦，其實佢仲有一個磁吸嘅噴風嘴配件，咁你咧就可以令到啲風力咧更加集中啊，吹你需要盡快吹嗰個地方或者一啲造型嘅。除咗前面嘅磁吸設計咧，後面嘅吸風位置咧都係磁吸設計，方便大家咧可以隨時拆出嚟清潔㗎。除咗我手上呢個好靚嘅粉紅加玫瑰金色之外咧，仲有一個深灰加紫色嘅，咁啊睇下大家中意淺色定深色，中意乜嘢 style 啦。仲有一個原裝嘅收納袋添。XPower PF1 負離子風筒輕巧又大風，無論擺屋企用啊，定係帶埋出去旅行咧，都係你嘅護髮好拍檔啊！想感受下以上嘅產品，7月24到28號咧可以嚟動漫展 XPower 嘅攤位啊，位置係 G06嘅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